昨天的尿结果出来了，好了很多了，晓得吧？提多了，尿里很多。哎，吃东西吃得还可以吧？没说这里痛哪里痛嘛？痛你们这么的，哦，那就可以。到时候明天我们再查一个尿哦。于2022年3月15号凌晨2点46分，因为咳嗽3天加重伴生饮1天入院的。那么入院前3天的话呢，是出现一个咳嗽，有可闻及喉间弹响，但是家属未特殊处理。那天拉肚子没嘛？没有，没拉肚子。那天吃了以后我们上去的时候拉了一点点。拉了一点点。这个吃了原来的那个吃不辣。这个神经肺上有挪移嘛，是吧？再就是那个啥呢，照的片多发性的肺炎嘛，是吧？这个非常双下腿哈，这种冒光亮的还多。罗达罗马蒙不西，面比前来罗里呢推就给没，原中面巴下级呢还就感冒型了。西边菜瓜跟面巴西等阶级呢，对于感冒西人，面巴西等阶级菜，托马罗切的日比融入国家西家容易巴动，第几年头面积将娘破生初步西得给，点着些呢，人呢面巴我们西了，你就他就也。他现在还咳不？了的。有没？擦没？擦也没是吧？药吃了吗？吃。你的面包好吃不？哎呀，你要给我吃啊？菜店经济过年，所里其中罗马所用细节版呢，所里跟年纪菜款的推荐，对于罗生日，每空个面比罗有些的，所用动力性给叫罗马啦银子就业。第大比所里其中他是罗马啦，菜店经济过年，所里其中所用罗马线。小路年度年去了，成都所里罗里呢同他是比他们一，赶这个某没空啦19千年，赶这个某没空个菜店经济过年，所用是比罗马系的就业。其实当初，因为实习的时候嘛，这些师哥师姐们都说儿科比较累之类的，然后收入也比较低嘛，然后事情也比较繁杂，当时就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来儿科。下城呢，怕有关爱的原因，乡城龙门年系工，赶这个某没空的来个西巴用途，大大赶这个某没空个西北菜瓜个主任面巴系来就业。20年前呢，我们参加工作的时候，从人员来说的话，那个时候只有3名儿科医生，加护士呢也有11、12个人。通过20年的变化呢，现在呢，我们将近医务人员呢有接近50个，医生呢只有16个，所以说人员呢这个明显的增加了。所里配给当模拟卡机提供的新巴东卡机，赶这个某没空个西北菜款呢，罗里啦卡牛国的没空的，西巴没得吃你脏啦，没继续业。我们还去分管妇产科的查房，我们还要到产房去接生，还要到手术室去接生，有时还要出诊。所以呢，县里的医生呢，还有一部分医生呢，他会比如说生小孩啦、请假呀，存在这些问题。所以说呢，确实非常困难，人手啊，医生呢非常紧缺。当然，包括医生和护士、医务人员都，儿科的医务人员都比较紧缺。菜店经济过年，所里其中罗马所属些比典藏农，连年面比托通本一软给就1把动，年头面积贴着，咱里过些菜店兄弟，一年面把我们一等接他。一路年度年去了，赶这个某没空给，所里罗里款呢，所里罗起就罗马得了1把动。明儿的可没空弄的菜店经济过年，所里其中罗马俺家所用些就业。他们呢，罗里那边所里其中所用罗马些样，他们都娘的西边菜块的所用先开罗马一打动生意把人。
本片综述就是围绕药物向乳汁的转运过程、药物对母乳喂养婴儿的影响、哺乳期常用药物的循证依据以及评估策略等进行。首先我们讲一下药物向乳汁的转运与评估。计算乳汁所用农数码图比哈姆拉切纳，科目七抓把点呢，比如也是拍的的人。第一天，然后那个老师就让我交班，我真的不知道交什么，然后就上去，完全不知道说什么。然后当时，声音也特别小。接下来之后，完了之后，他们都走完了，然后就主任一个人留在那里，就在说我，当时就特别伤心。邓主任，今天我们那个儿科呢，规划培训的内容呢有2方面，一个呢就是你负责带队呢，进行一个教学查访，由我们1年级的规培医生呢吴翔来进行病史汇报，你要跟他点评总结。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进行一个技能的培训，就是新生儿的腰椎穿刺的一个培训，由我们2年级的规培医生呢拉姆呢进行操作。你在旁边指导。培训完过后呢，要对他们进行一个考核。今天的内容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好的，行，了解。吴翔呢，贵州的人些，大大落着东北所中罗马些人，落到西北采瓜给罗马地里啦，密切融入的学习学习员，学习整体的国际落省级的给这内的团结学习员，第几节学习者。吴翔东拉米如日的切切远一点代表学给的人，第大马些在全部写着，罗森的解释，告诉美国人全部给在美国东听从，没给接错嘛啦，用个全部不其实就是说，询问病史那些的话呢，你也再问一下子，就说相当于我也在看哈，你们问病史那些存在些啥子问题那些不，小孩子他是咳多长时间呢？这些咳挺稳，1个星期左右吧。咳了1周是吧？咳得厉害不？都没耳口。咳得不是很厉害啊。有没有带检查结果过来？有啊，耳口结果呢？你就把你的检查结果给我看一下。没想嘛，那些都咳过。它这个白色斑片是不是比较多一些？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也是提示着一个肺上的一个病变。肚子痛不？跑了肚子不痛。肚子不痛拉肚子没有这几天？跑这什么没有？开始你去几天？前几天有一次嘛，这几天没有。内巴东连地协同国家内巴点呢，天的无限拉这边预计一弄的些人，等于呢，国际主人民把人把人比前年，人的可做内边的在美国的这年。或者是学习的就是业，我们的岗位特殊性就不允许我们犯错，所以你骂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在工作方面是一个很严谨的老师，甚至如果我们有错误或者是操作不规范或者询问不全面，他就会严格的指出我们的缺点所以说对邓老师心里面还有一点点畏惧。前的经济过年，所兄协比所里其中罗马呢，连么300人吧哩，扩充大东明白我们了姐妹比，那么这就来给这的农村学就业了，你得懂干爱用蒙不吃就业。他爸爸要回家去，去拿那个社保卡，可能还要耽搁几天才回来。然后呢，我就跟着他，这段就第2天、第3天、第4天。每天呢，去给他小孩的叔叔去交代病情。交代病情之后呢，第5天的时候，他爸爸就回来了。他爸爸当时就非常生气的就冲到我们办公室就问：“那20川主管医生是谁？”当天我值班嘛，我说是我。那你为什么不来查房？你一直都没见你来过，这么多天了，你这医生怎么一点都不负责任？当时我好生气啊！我当时真的很生气。但是我又不可能指着他鼻子乱骂一通。刚刚所在切断农地，国际来个了3批7把东，切断前还参与给家7激动，协同穷穷些个用，可做了你摸不啦，给我前面的学业。经过了3天之后呢，小孩的话他就
病情痊愈了，也不咳嗽，也不发烧了，然后低钾也给他纠正，就痊愈出院了。然后他爸爸，我把出院证给他的时候，他爸爸就拿了2个橘子，装在一个小袋子里面，然后拿了一个，叫哈达，一个我还记得是一个黄色的哈达，然后就，当时他叔叔他小孩一起走到办公室，然后他爸爸就说，不好意思，吴医生，之前这确实是语气不好听，我也比较着急，然后呢，在这医院对不起你，哎呀，当时就感觉心里面，算了，小事这算什么？这不算事。西北财管呢，落地了强用美国的台北来吧，每天4栋了3把栋。落地了每日1里栋，美国的台北西吧，每天1家长了，每季学1把栋。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属于规培生嘛，规培生的话，每一年里面每一天里面的每个小时都是排得满满的那种。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轮转表，然后整个3年的时间里面有33个月，然后我们是从8月份2020年的8月份开始入培的，8月份到10月份的话，我们要转是泌尿科。然后11月到1月份就是次年的2021年的1月份是转新生儿科，我目前就转到了个重症监护，是3月份到4月份这个阶段，一共要转2个月。然后2021年的2月份到4月份是心血管科，然后依次这样子排下去。其实我们也不紧张哈，因为平常我们都做了那么多次的腰穿，都训练过了哈，只是今天是一个考核而已哈。因为你们反正以后的话，肯定都要自己独立来操作。我们做腰穿呢，其实首先要注意到哈，就是说是签署同意书，这个是肯定必须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人文关怀哈。他每天的预计弄的呢，这个马家就给罢了，抓动学习些把点比，学习点了，落在记着的3年月跟的给把马些，现在也扎的来给天来用，同期学预计些。因为这个娃娃的 trust 是阳性的，还有梅毒低度是1比4。他妈妈在孕期是没有经过特殊治疗的，所以为了避免他有那个神经性梅毒，要进行给他做个腰椎穿刺。竞争到一定深度之后，有脑积液流出，插上内心，然后测量脑积液的压力。帮助患儿清洁完毕，清洁完毕之后，然后就是向护士交代，主患儿平卧4到6个小时，有什么不舒服就通知医生。操作完毕。处理方面要注意哈。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你在准备物品的时候哈，我们的那个玻璃试管是不是应该准备哈？因为我们这个穿刺包里边只有3根，那么你要再单独准备1到2根，因为我们在送其他检查的时候就必须要用哈。然后就把这些细节问题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哈。好，那我们今天的穿刺考核就结束了哈，总的还是不错。他们图嘛西北财管的那个，科目那个的了，这些没那用，若你这或用7把的，他们容易用，有几没把查龙学的，就动主是一把错业。我觉得
还是比较可以的。虽然生活比较累嘛，平时也比较累，但是娃娃系的特别天真可爱，然后儿科的病种也是比较单纯的嘛，然后治疗起来效果也比较好，这种的话就很有成就感。比较波动一些，或者它在患病的时候有短期的这个食欲不太好，那么这种一般还不至于导致这个营养不良的一个发生。蛋白质食物的提供那么它可以导致。那么现在还有我们曾经在临床上也遇到过，他们那么特的这些些年别把下的参与做这个节，昆明你这啦切菜你的第一些年头中写就业，写了你都年纪了一，连你们比头痛不易举例车，他们没空用讲动不拢的，连你们比头痛不易累一把人。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儿科医生了？哎呀，张老师，我觉得我还有很多要学习的。那肯定也是不退步了，但是你是很认真的一个医生，我觉得。所以郑老师也是表扬你一定要在甘州为你们甘州人民多做贡献啊，不要就走了哈。好的。我感觉虽然那个证考过了，但是理论还是理论，和平时工作感觉不太一样。所以说你可能还是要多受训的，因为你其实现在还在学习，你的规矩还没有变。写了你懂这个了，赶紧各自用给，看美工直播，时针落去花心美工啦，你成用这把动。时针落去花心美工给，比例多当粗把动，日记看见活动写的，因此把所用写笔所用写过一些，他们花心美工个日记看见，张会摸一把人。每天晚上我值班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买吃的啊，买什么各种零食送上来，然后，帮我解决什么恼火的病人啊。然后每收一个病人，他就会给我说，要注意些啥，给他下那个下医嘱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然后查体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所以我觉得他特别特别的好。在网上的时候，就是他们有一个大白的那个视频嘛，早上的时候活力满满，中午的时候就开始趴着，然后晚上的时候就开始躺着。大哥，你干什么？真的。太多了。那证下来没有？下来了。哎，你都得了证了吗？我有2个证。2个证？对，一个有资格证，一个职业证。职业证很早就下来了，考了1个月就下来了。我想给连你们比头痛不易啦，预这最学就一把动，明下的西北菜瓜个所中罗马热闹，他们可那也连你们比头痛不易热也。爹爹我想给大的撒空的，他们都娘的卡拉撒完做就业。空个这晚呢，他们来罗中些年，一就听见娘牛车不人用的的人。我们也马上要考了，来跟我们说一下，你当时怎么复习的？你是那个放学，就是下班回去，回寝室睡觉，吃个午休，然后什么时候开始看书的？对啊。我想一下啊，看几点啊？当时我们是3个人倒还是几个人倒？我肯定是3个人。对啊，3班倒。3班倒的话，我当时想哈，我晚上熬夜不行，我每次下了一班回去我就要睡，睡了之后大概3点钟样子，3点钟样子起来，然后休息好，然后看个1-2个小时，然后吃饭，吃饭之后晚上继续看，差不多11点半样子我就开始睡觉了。你是首先是 LA 是左边在锁骨中线的外下方。
安装血压接头，血压接头是在上臂。注意事项就是不能在同侧，然后不能在输液侧，就是这些得分项目就是这些。另外的天的一些些呢，其他面些些的，但呢西边一个罗起有些过些些吧的的，那个的啦，我的人不给吧嘞，农车公用天不容，天热热的当，如果热热呢，那边厕所东热哇东在也吧些的。然后再次核对患儿姓名、床号和腕带。心电监护仪操作完成。其实以后呢，你是否愿意留在我们科室呢？从事儿科医生这个职业？还是真的儿科，老实说真的是特别辛苦，我真的觉得很辛苦。但是我本来就是这儿的人嘛，而且不管是家里面的人还是我自己，都不希望我去其他地方。然后目前现在考虑的话，还是想继续待在我们科室里面。对你们现在的一个就是这半年的规培也做了一个基本的简单的一个总结，是吧？那么就是说你们俩有没有什么想法？我现在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把医师资格证考到手，然后在各位老师带领下，能够自己独立的处理常见的，还有一些普通的一些危重症的病人。以上呢就是我的一些这半年来的一些想法。都还好，我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我觉得我喜欢这里啊，我就想留在这里。哈木东用那无相测一种，科技一年呢，所用罗马黑人国族的，出公铁啦，罗中写他，明白我马黑人就话的人，一度第一节，科技中年的比年轻地面人，才刚拿出了卡的就牛业，前面干预人前，科技别这些被入年的多统计一把东，你比拿出人前的，科技老多些把的统计业。刚刚听到的国际原城科技的研究员，国际年轻中美一年，如年插入用更多些的，年轻啦，没能接才能个还记得了年轻样。因为毕竟来说，这个培养医生，只要他的这个培养是合格的，那不管今后他是在我们的涉战地区做贡献，那固然很好，如我们所期。但是如果说他自己选择到内地来工作，我觉得他只要不离开医疗行业，中国始终来讲医生还是少的，对吧？只要他不离开这个行业，我觉得那么我们多一份力量，这是对的。